继续来看，顶礼拜五，有民众伫台东的海边啊，发现有物件浮伫海面上，捡来拍开一个看，竟然是毒品海洛因，乌市的价值超过6000万。其实伫这进前，警方嘛伫咧基隆港破一件走私毒品的案件，同款嘛是海洛因，伫伫咧水果阿峇内底想要来冲关，这警方控到消息，早一步甲毒品抓落来。 一箱一箱对货柜车搬落来，是毋是有问题？一片就知影。有混乱的一毒品，一片就唔对，马上坐落来。果然，这水果盒仔内面有地叶，这地叶内面呢是一袋一袋海洛因，20公斤，市值是超过1亿。摇头关锁甲地叶要等去大个所在，被埋伏警员包围起来，当场饲伫咧涂骹。警方就是因为抓到摇头，才会当顺利抓到跨国的运毒集团。 那在今年，我们查获了非常多的社区小药头。那这些药头，我们会持续向上溯源。尤其海洛因毒品，在国内没有产制，多是仰赖进口走私。毒品走私集团利用海运甲空运，藏大量的毒品，想要入境台湾。好在警方全力追查，伫毒品也未流入市民进前，就成功拿抓。